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有收步，係啊，有先收步。我男仔翻嚟後3幾下。好咯，可以喺嗰度攞。可以㗎，各位唔好意思啊。冇嘢啦，第一次影到。雖然係借起步就擺喺度後面起步啦。OK， 都係。Ready set A 組，5隻將開始到準備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喺度咧，同樣隊嚟啦。OK。有啲啱啱帶咗飛就嗰方面啊，一車同埋一架白色旗仔嘅話，都係啱啊。喺上張咧有啲慢咗，唔該。留意上中係彎頭嘅車，啱啱先講。啱啱上張有車。好，唔該啊。佢睇到都知嘅。OK， 多謝。已經好好㗎啦，係啊，已經係領頭。我哋賽事咧都會咗啦，位置1、2、3、7、6、8、4。都有車買咗。有車壞喎，我哋呢個有車死咗我。有機會變咗波打線。呢個係邊個嚟啊？號2號、3號、7號、6號、8號、1號、4號 ，Kevin、Cindy、阿明、Jackie、嘉樂、Martin、Tommy、Jackie， 8位有車買咗。呢架後班係頭車啱啱上咗天子上咗2車喎。第一嚿白色嘅後班。係啱啱有買㗎呢架。呢架金屬綠色嘅頭子啊，白車。一啲高電車。都啱啱過咗，其實有車，多謝。
那骨折容易恶化，或者血流恶化，或者线条。知唔知係水樣嘅？你話車馬車嗰啲喎，咁都幾多翻喎？你三車嚟㗎？啲亂車。翻嚟有車後翻頭車翻車出嚟㗎啦。呢個係龍車啦。留意下後翻翻嘅。即係頭車嚟㗎，你車後翻出嚟喺度開晒。我三個留意下後嗰架頭車方面啦，開晒。粗就啲二車喎，綠色嘅十二支啊，嗰個呢度。或者又係綠色嗰架幾個二車接追緊頭車㗎，大家都留意啦，開晒。翻叻咗啊！翻叻頭先已經花多晒其他嘅車啦。都可以二三車係有得擔嘅。三車係支持啊！我哋過咗分配咗位置2、3、5、7、8、6、4。好啊！我即見到快啲啊！翻叻就嚟，三車就翻叻嚟啦。不過你要讓車，後邊嗰架唔使嘅，但係你要走快啲，因為三車嚟㗎嘛。後邊嗰架三車嚟嘅，你走快啲。啊，尖子啊，喺度隔離啊！你再唔走就翻緊你㗎啦！時間啊！2、3、5、7、8、4、6。3個車，3個車。